弟兄姊妹平安，歡迎大家嚟到聖經主線大追蹤讀經計劃。我哋鼓勵你依家聽一次，然後喺中午或者晚上打開聖經再讀一次，讓我哋一同建立每日讀經嘅習慣。今日係6月7號，經文係詩篇第95篇1節至到96篇13節，主題係人要讚頌和聽從上主。我哋一齊聽下今日嘅經文。詩篇第95篇，來啊，我們要向耶和華歌唱，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。我們要來感謝他，用詩歌向他歡呼，因耶和華為大神，為大王，超乎萬神之上。地的深處在他手中，山的高峰也屬他，海洋屬他，是他造的，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。來啊，我們要屈身敬拜，在造我們的耶和華面前跪下，因為他是我們的神，我們是他草場的羊，是他手下的民。惟願你們今天聽他的話，你們不可硬着心，像當日在米利巴，就是在曠野的瑪撒。那時，你們的祖宗試我、探我，並且觀看我的作為。40年之久，我厭煩那世代，說：這是心裡迷糊的百姓，竟不曉得我的作為。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說，他們斷不可進入我的安息。詩篇第96篇，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，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，要向耶和華歌唱，稱頌他的名，天天傳揚他的救恩，在列邦中述說他的榮耀，在萬民中述說他的奇事。因耶和華為大，當受極大的讚美，他在萬神之上，當受敬畏。外邦的神都屬虛無，唯獨耶和華創造諸天，有尊榮和威嚴在他面前，有能力與華美在他聖所。民中的萬族啊，你們要將榮耀能力歸給耶和華，都歸給耶和華，要將耶和華的名所當得的榮耀歸給他。拿供物來進入他的院宇，當以聖潔的裝飾敬拜耶和華，全地要在他面前顫抖。人在列邦中要說，耶和華作王，世界就堅定，不得動搖。他要按公正審判眾民。願天歡喜，願地快樂，願海和其中所充滿的澎湃，願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歡樂。那時，林中的樹木都要在耶和華面前歡呼，因為他來了，他來要審判全地，他要按公義審判世界，按他的信實審判萬民。今日嘅主題係人要讚頌和聽從上主。詩篇第95篇，詩人呼籲人讚美上主，因他是上帝、君王、創造者和牧者，並且勸導讀者要聽從上主的聲音，不要重蹈覆轍，像曠野那一代的以色列人那樣，最終不能進入安息之地。第96篇是讚美詩，詩人讚揚上主的拯救，他是宇宙的創造者，萬國的君王，全地的審判者。盡心思考，兩首詩篇指出
上主配受讚美的原因有哪些？以上那些原因中，哪一項是你最有共鳴的？親愛嘅弟兄姊妹，願我哋一齊讀聖經嘅說話，亦思考聖經嘅內容。願神嘅說話祝福大家。再見。